各位兄弟平安。伫讲道的头前，咱三甲搁一摆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伫遮向你求讨，互阮会当专心，会当安静，互阮的耳孔会当拍开来听你的话语，互阮的心会当柔软来接受迄个话语的种子，伫阮的生命长大开花结籽。互阮因为顺听你的话语，成做你的奴仆，会当甲你做伙来起做水阁荣耀的工。愿今仔日的礼拜献伫你的面前，芳芳做者，互你心欢喜满足来感达。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今仔日是咱足特别，今年足特别的一个主日。因为一个足特别的委员会成立，所以今仔日是一个数位发展主日。咱希望对今年开始，会当成做上联的数位元年，来互咱的数位双联，互咱活力再现。这个题目真大，这个挑战真正也真大，但是咱相信啊，对上帝来的智慧开了来帮咱。就咱会当回应每一个时代挑战，做伙来为主做工。故事以1000年前开始，教会历史顶面有一个足久长的争论，是关乎上帝变甲不变，叮当甲无叮当。所以足侪神学家就咧问讲，也是讲教会的兄弟就咧问讲，上帝到底是叮当也袂叮当？是关联的上帝，还是专联的上帝？上帝到底是不变、袂为受伤的主，也是会改变、为听受伤，甚至为后悔的主啊？上帝到底是动者，还是不动者？有得叮当无？这个神学议题讨论看起来对起初那亲像是修道院遐修士甲神父。亲像即款天气吼，已经冷冻，雪落了真大，无法度骑马骑驴出去巡教区，无法度抄圣经，因为手拢已经无叮当。啊，药啊嘛无法度收，药草无法度收，要做酒嘛无法度做，啥物代志拢无法度做。真冷的冬天内底，为着要较正经，互时间较丰富，就来讨论神学。所以，咱会发现因讨论的议题足趣味，有当时啊连尖顶面会当徛几个天才拢在讨论啦。现代人已经对这感觉无言以对。咱感觉，这个议题敢毋是即款议题一部分嘛？然后咱会发现，咱若较认真的等去看圣经，就发现，圣经讲的上帝足趣味，有2种的形象，除了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佮变做西瓜以外，咱看见对旧约佮新约上帝的形象是足多面性的。上帝会后悔，上帝生气会叮当的动作、有行为、有行动，上帝为听来受伤上经典的范例就是耶稣的十字架，就是耶稣克西马尼的祈祷讲：主啊，这个杯若会当就散开，无互我啉，但是我要照你的旨意来行。也亲像十字架，耶稣伫遐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你放杀我？为什么你离开我？为听受伤，上帝嘛忧伤啊，会流目屎啊。伫列撒路的坟墓头前，耶稣哭了。有人讲，这是规本的圣经内底上互人感动的4个字，上互人感动、上短，但是上有气力的一句话：耶稣哭了。上帝嘛最爱甲人讨论的，对无？甚至甲咱画拍拉卷。上有名的咧是啥物人？就是
阿伯拉罕啊！上帝要灭亡一个城，就甲亚伯拉罕讲，我袂使无互伊知，就来甲伊知，所以来甲亚伯拉罕做伙讨论，到底几个义人才无要灭亡这个城？结果亚伯拉罕无拍算，无甲这个巴拉建画到最后，嘛无拍算这个城人的心才歹，无讨论到底，结果迄个城嘛灭亡啊！所以上帝的形象伫旧约到新约。那亲像甲咱想象迄个不动如山的上帝无啥物共款。实际来讲，迄个袂震动、袂受伤、有动于衷的上帝，对深深陷落伫苦难冤屈的人，无帮助、无安慰，也无有希望。因为即款的上帝袂带来冤屈的平反。袂带来伤害的议题，也伫咱的困难中间，足困难，甲咱讲，伊嘛伫遐，伊伫咱的困难，伊伫咱的死亡内底。那即款袂震动、袂受伤、袂反悔、袂疼、袂流目屎的上帝，就咱所遭受一切，那亲像拢无啥物意义。咱所坚持一切，那亲像拢无啥物价值，敢毋是？所以，咱就小可困惑。上帝若足凊彩就改变了上帝的信息伫对，但是上帝若拢袂变、袂震动，安尼得加肉身是啥物意思？上帝真做人是啥物意思？然后咱有更较深沉、较全面的理解，就上帝是疼，这是不变的。但是上帝伫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人的性命、每一个团体、每一个文化族群、区域内底，听咱的方式是不断改变，甚至咱对细汉到大汉到老到死亡的中间，咱所经历上帝听咱的方式是直直在改变的，敢毋是？上帝是公义的，这是不变的。但是上帝伫每一个时代显现伊公义的方式。却是不断更新、不断进步的，甚至咱通安尼讲，上帝带咱的人类社会的进步，互咱更较公义、更较公平、更较会当照顾遐弱势的人。因为即款的上帝，互咱在咱的宣告有坚持，还爱有调适。20世纪上重要的一个宣教神学家叫做 David Bush 大卫博许。伊伫伊个宣教学的经典叫做更新变化的宣教 （Transforming Mission） 内底，就咧提醒即项书。因为使徒保罗讲更新变化，因为即本册，所以今仔日的主题叫做更新变化的福音，互咱的生命爱得到更新变化。David Bush 甲咱提醒讲，新教就是咱基督教，咱的教会。常常有一个特别伫宣教顶面的问题，就是咱甲宣教变做一个系列的76 1 2 3 4 5 6 7 7 6 5 4 3 2 1，然后用听书化的结果，感觉这个做了就煞代志就圆满。但是咱的袂记哩，咱有一个足大的问题，咱的宣教哪亲像无灵魂，咱的宣教哪亲像失去一个宣教的灵性。咱袂记哩，其实基督教也是讲基督徒在宣教，是在参与伫上帝的运动内底。因为上帝动态伫这个时刻、这个所在，咱的中间在发起一场的运动，带来疼，带来逃亡。因为疼，所以医治；因为逃亡，所以罪恶。会束缚对咱的性命来离开，所以宣教是啥物啊？宣教是一款动态、充满生命力的参与，是对上帝听运动的参与，是对耶稣基督逃亡运动的参与。所以，咱对传福音有坚持，亲像使徒保罗所讲的。无论如何爱救寡人，也亲像陈启祖牧师所讲的，咱有一个祭务是永远行不了，就是传福音。
但是咱搁爱效法耶稣基督迄个得正肉身的精神，互咱会当拍破咱的固着性，互咱会当行出咱的习惯所带来迄个舒适圈，互咱会当积极来学习这个调息的功课，为着传福音要改变，要有弹性的来调息咱家己。就亲像今仔日使徒保罗对咱的教士安尼讲，伊讲什么款的人就做什么款的人。伊搁细字一条一条来讲，伊讲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着要争取犹太人。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无伫律法下面，也做律法下面的人，为着要争取律法以下的人。无律法，也是讲律法以外的人，我做无律法的人，为着要争取无律法，也是讲律法以外的人。伫上帝面头前，我其实毋是无律法，但是我伫上帝的律法下面，搁伫基督的律法内面。两者的我就做两者，总是爱救一寡人。保罗伫遮其实要甲咱提醒两项事。第一项事是接第9章1到15节，伊咧讲一个主题，然后16节开始，才是今仔日所讲的主题。1到15节，伊是咧讲传道者用福音来养持家己这项事。伊毋是讲保罗在鼓励哥林多教会爱对伊歹款待，拢无支持伊的宣教，甲伊逐项的需要。但是保罗伫遮要讲的是，咱诚做上帝的奴仆，愿意主动甘愿放下一寡权力，毋是鼓励人对咱歹，是咱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主来放下。学上帝听的放下，学耶稣十字架的精神。第二，更较积极的，保罗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主动来调息家己，为着宣教来改变。所以保罗虽然是犹太人，是法利赛人，是便雅悯族的人，是一个神学的教师，是一个律比。但是，伊愿意为着宣教、为着传福音的缘故、为着上帝讲的缘故，改变家己、调息家己，为着要加减得到一寡人，互因会当来当受福音的好处。保罗即款的教示，除了伊要学耶稣基督得正肉身的精神，其实伊也在面对一个时代的挑战。保罗所做工的年代是一个后耶稣时代啦，就是耶稣已经上天啊，代志拢交互门徒甲使徒，也是讲教会去做的时代，是第1世纪的第2个50年后半叶，这个时代面对一个挑战，就是伊发现爱色尼派迄个敬虔主义已经互耶稣甲洗礼约翰吸收佮转化。然后法利赛人因迄个种硬的教条主义已经无未来。但发现伫教会历史果然，法利赛主义到第1世纪结束就对咧结束。安尼犹太信仰的未来伫对，迄是第2代的基督徒领袖爱去想的。犹太信仰的未来伫对。咱少年教会嘛爱想一项事啊，台湾基督信仰的未来伫对，这是足重要的挑战。因为大马色也是讲大马士革迄个路上的经验，伊拄着耶稣，耶稣甲问讲：你怎样迫害我？保罗讲：你是啥物人？你是几罪？伊讲：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因为这个经验。保罗发现也相信，犹太信仰的未来伫耶稣的教示内底，伫基督的律法内底，所以就回头无搁行共款的路，
伊回应最后所有呼召，透过跨文化、跨种族的宣教模式，甲所有犹太的教师、律比行无共款的路，来跟对耶稣的脚步，宣教建立教会，就开创了基督教会2000年荣耀的光景。这就是保罗在做的代志。保罗伫遮做遮的事，毋是爱咱效法世界，是爱咱心意更新来变化。就是咱爱行伫世界头前啦，毋好行伫世界后壁。咱爱行伫世界头前，因为咱首先会互上帝来改造。transform 就是改变、更新、变化，规个形拢无共款，为内底到外口完全无共，叫做 transform。所以咱行伫世界头前，互上帝来改造，就咱会当有气力甲智慧，回应时代的挑战，活伫即马即地传实况化、传生活化的福音，互咱面对世界挑战，无论呢。无惊吓，却是积极来回应。因为安尼的宣教的理解、甲观念、甲改变，咱传福音就变甲不变两个赞处。第一，咱传福音，迄个核心的信息是无变的。无论你伫啥物世代，无论你伫啥物文化、啥物语言、啥物族群、啥物团体、啥物状况内底，传福音迄个。信息是共款的，就是这段咱拢熟悉的经文，伫约翰福音第3章的第16到17节，安尼讲：上帝遐尼啊疼世间人，甚至收赐伊的独生圣子，互既若信伊的人，无得到灭亡，反得到永远的活命。因为上帝差遣伊的囝到，伊的囝到世上来，毋是要定世人的罪，反倒是要借着伊。来拯救世间人，这个消息，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是不变的。无论咱伫倒落，拢传这个福音。因为上帝要用听的气力，用放杀家己的代价，用十字架的记号，将咱对罪恶甲死亡中拯救出来。所以咱做基督徒，拢在宣告同一项事，就是我天经活的。毋是我家己活的，是基督耶稣伫我的内面活着。所以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伊是听我，为我放杀性命。因为安尼，咱所得到毋是一届拯救的机会，也毋是干那是一个顶头死的开始尔。咱所得到是更较丰富，是一个全新更新的新生命。因为耶稣基督伫咱内底迄个信仰，是上帝囝儿的名分，咱正做上帝的囝儿。更较重要，咱进入一个新的国度，就是上帝国，就是天国公民的身份。所以咱所得到的是遮尼啊丰富，这是传福音袂当改变的核心的信息。但是，对领受救恩的基督徒来讲，虽然宣教是不变的使命，但是每一个时代，甚至每一个世代，咱拢在面对无共款，因为世界在变的挑战。因为安尼，基督徒必须要面对无共款的挑战，来回应、来宣扬福音。咱的时代咧，台湾社会即马在面对4个趋势：第一，个人化。第二，小资化；第三，M 型的社会；第四 ，AI 的时代。M 型的社会其实伫耶稣的时代，就已经讲出迄个原则。伊讲坐要搁较互伊，无迄个伊所有的嘛要提起，叫做马太效应。2000年前就小可讲着。所以咱咧看见咱即个足明显，搁哪来哪明显的趋势，咱拢爱有回应的能力。5年内底，咱就要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咱的出生率永远世界第一，倒数第一，永远1.07左右。已经足侪年，咱生囡仔
拢是全世界生上少的，这是一个咱足无爱的第一名。这两个趋势加做伙，就咱未来一定要面对人力无够的状况。第四，咱看到 AI 时代，就是咱看今年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咱用这个人工智能，咱用数位化、用网络、用电商的迄个趋势哪来哪强。所以面对这个挑战，咱来愿意去吸收更较侪基督徒新的人才，互咱会当数位转型，互咱会当永续发展，互咱会当取得关键技术，互双联教会伫后疫情的时代会当更新变化，继续互咱伫做福音使者的这个宝贵重要的责任无欠缺，真做正教会的祝福。传福音在变，方式在变，新的工具，无论是 AI、数位化、网络、新媒体等等，拢互咱不得不改变。一只咱首先要有观念的改变啦，咱毋好大概拢要两个选一个，不是线上就是线下，不是虚拟就是实体，毋是。咱爱做一个两项拢要爱的人，咱来做一个决定，无论是线上、线下、虚拟、实体，咱拢要愿意为着主来调整，互咱会当线上、实体并行，互咱会当效率跟果效拢有，效率甲果效拢有。讲一个咧，因为疫情的关系，咱亲像孤岛共款，大家拢关踮厝里。这个时阵，因为有网络，互咱会当线上聚会，做伙祈祷；互咱会当习惯组织，习惯做伙讲话，习惯做伙见面，习惯做伙祈祷。所以，因为习惯无长去咱的聚会，伫疫情一旦开放。咱就紧紧会当转去到教会，因为咱已经伫聚会习惯内底。咱发现原来网络也是在帮助咱教会会当合一，无论伫什么时阵、什么空间、什么状况内底，合一做伙来敬拜上帝。亲爱兄弟，面对台湾的 AI 4年，2019是 AI 元年，咱来互。AI 就是人工智能做伊应该做的代志，所以咱甲两手空出来，做咱人类会当做的代志，就是甲人揽咧，甲人关心，甲人探讨，这是 AI 做袂到的代志。咱互伊做伊的代志，咱就会当做咱应该做的代志。面对相连数位元年，咱来互数位发展，帮助教会来转型，来调适。适应后疫情的全新时代，互数位来提升效率甲精确性，所以咱就会当足专心伫高效的事啦。因做效率，咱做有高效的事。什么是有高效的事？就是宣扬福音，关怀需要的人，互人的性命来改变。咱就莫为着遐个效率的事来烦恼，会当专心伫人性命的改变。伫遮，咱的身份也会直直改变，哪来哪丰富？我要首先来分享一个故事。伫来相连进前，我甲我的先生有2年伫台南教册，伊伫中原，我伫城大，阮住伫大拿国体大林国宅。阮所住的对面有一个小小的，那亲像档，嘛那亲像一个无啥装潢的店面，卖串头。我是一个足典型的台南人，特征叫做爱食，对，爱食好物，台南人足爱食。然后我发现整个社区内底炸鸡足侪，各种炸。但是无人要烘，所以不容易找到这个烘
会打嘛，亲像打嘛，亲像点。老板是一个30几岁、30-40岁少年人吼，30-40岁算少年人。伊进前伫食到饱的日本餐厅做，所以手艺袂歹。伊的太太是中国新娘，中国籍的，对福建的山地来，迄阵啊当地大腹肚。先生有创业的压力，太太有适应生活的压力，两个就伫遐冤家，讲要离婚。人客压力足大的，我是来买物仔，就爱看恁冤家相拍，啊嘛毋知要安怎，但是手艺介好，阁无想要放弃即个打，所以我就开始尽我做基督徒的本分，加减甲因苦劝。但是安尼无够，因为创业的压力嘛是真大，我就发挥我爱食的本事，甲因讲，你伫遮招牌，迄看板愈大愈好。松果有咱就好，免啥物闪闪闪的霓虹灯，字号清楚。安尼人开紧车过嘛，看有后盖伊就来。第二，台南天气真热，你一定要有冷藏柜，爱客冰，因为安尼物仔才袂歹去，人食了身体歹。啊，因为安尼咱袂浪费遐个食材，因为保存了好，就无需要直直啃掉浪费。第三，台南人拢食甜。蔡牧师几礼拜前嘛有讲着，对无？但是莫伤甜，爱搁甜搁咸搁咸，安尼人食了才会欢喜。为虾米？串烤热天配米露，冬天配烧酒，所以爱有咸啊，搁爱有咸啊，安尼才会当好好啊来放松，来享受水搁好食的食物。然后你若食拢稳了，搁来继续发展，来发展一寡特殊的料理，搁煮。搁甲烘，后来咱即马拢足流行，搁钱搁烘的鸡排，就是为即款的食客来。有一摆，足怀疑看我讲，小姐，你做食的吼，你开日本料理店吼？我讲毋是，我咧教册，我是牧师。伊拢感觉我甲骗，其实我拢无，我真正是爱食，我真正是愿意。伫伊困难的创业生活内底，珍惜即个好的档来甲伊帮衬。这是几若年了后，我转到台南，你看看板遮尔大地，果然松果有力，迄个店就留落来。囡仔已经入小学，遐走来走去，足健康的一个男生，我看足欢喜的啦。伊讲，我知，你就是迄个小姐叫我看板爱做了上大迄个。我足侪年无转去，伊还佫会记我。这是我一个做吃客的身份带来改变。亲爱兄弟、亲爱的朋友，咱的一生拢有真侪身份，咱会做爸母、做阿公阿嬷、做兄弟姊妹、做囡仔、做孙仔。咱会住伫一个社区做住民，也是讲咱认真参与伫社区委员会。咱会伫咱的职场内底，无论是学生是从业人员，无论是讲师是同事是下属，咱若有兴趣、有关怀，亲像我爱食，咱若有社会关怀，所以咱会去足济店，咱会参与一寡社团，才会足济款每长的人生内底，会直直加添的身份甲积分，拢是咱的好机会。互咱为主做工，然后咱会发现，若咱愿意为主做工，就这世人内底，互福音改变上侪是啥物人啊？是咱家己。因为咱若愿意直直为主做工，就上帝迄个拯救的大溃烂，要直直改变咱的性命，直到咱见主的面。这就是上帝甲咱应允的。亲爱兄弟。亲爱的朋友，上帝每一个世代用新的观念、新的科技、新的方法，拢是伊丰富的赏赐，为着要成就前所无的大工程。咱做上的人，毋好袂记咱建堂的迄个典范，50年前靠落地啊，18万1/100无够的自备款。3800几万，超过10层楼的大楼。迄阵啊，人拢讲咱戆人异想天开。
然后咱甲中华银行讲好，就甲起，楼骹做互中华银行，人讲哦，违反信仰原则，租给银行，即摆因拢在租人。台湾的教会袂记哩即项事嘛毋知影即项事，但是咱是上年人，咱爱记牢即项事。咱来记牢前辈甲兄弟因的团结、因的远见、因的信心、因的瓦靠、因的愿意、因的付出。因为上帝伫每一个世代，拢互咱新的条件、新的方法、新的职务、新的身份，这拢是咱的好机会，互咱为主做工。咱的会歌安尼讲：若带一人来悔改，价值就赢过通世界。因为为主做工，为主着活是无空的事。阿免。咱做伙起立来入这条会歌，成做咱的回应。伫新的时代，那么继续为主做工，来赢搁较侪人，得到福音的好处。要为着咱新成立的所谓发展委员会所有成员来祈祷，也为着咱教会转型的事工来祈祷。王文贤理事长、理事长罗光芬、大尚辉、曲显玉、吴大伟、高彦斌、吴信昌、洪明浩、江灵泉、李友仁、倪福智、潘先国、王汉义、陈学林、林千佑，牧师是四牧师，甲我也咱的蔡牧师也真关心，咱就做伙为因为教会来祈祷。特别上帝，阮将新的事工放在你的手中，因为知是新世代的挑战，就我愿意讲，主我伫遮，请找见我，佮使用我，来成做众人的祝福，互阮的数位发展会当成做教会的祝福。诚侪人搁较瓦群连结的开始，互阮智慧，互阮气力，互阮会当较赢挑战的勇气。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